大家好，我哋係 Consent 咁我哋係一隊6人嘅組合啦。我哋玩嘅音樂呢，主要以 pop rock 同埋 rap 為主嘅。係啦，而最代表我哋樂隊嘅一句説話就係我哋其中有隻歌叫88，咁裡面講到如世界都不懂，亦會決心不改。咁呢句説話就係最代表到我哋樂隊嘅心聲同埋玩音樂嘅理念。咁其實站起來呢，係我哋 Consent 嘅一個態度，亦都係我哋想傳達俾大家嘅一個訊息。大家係時候呢，為揾翻你真實嘅自己，為自己人生站起來啦。咁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呢首歌，投我哋 Consent 這一票，站起來。是時候，是時候，我們就一起站來！哇！站起來，我用麥克風唱出我的態度。站起來，不要管我有我自己的夢。站起來，如果你認真有你自己的夢，是時候，是時候，我們就一起再來。站起來，我用麥克風唱出我的態度。站起來，不要管我有我自己的夢。站起來，如果你認真有你自己的夢，是時候，是時候，我們就一起再來。每個人都自己每個故事，自編自導自演，演出每個動人場面。一個人你出世到終老嘅歷史故事，內容精彩與否，就靠你一個腦一對手，視乎你點樣做，點樣去執導，行咗邊一步。每個人都有自己想法同態度，有人盲盲目目跟大路走到結局，有人偏要行斜路，堅持自己態度，行多一步，行先一步 on the way to my dream road。In my mind, music is my whole life. Let's go。舊歌都講過，人生10年有幾多？唔好諗咁多，最緊要忠於自我。站起來，我用麥克風唱出我的態度。站起來，不要管我有我自己的夢。站起來，如果你認真有你自己的夢，是時候，是時候，我們就一起再來。站起來，我用麥克風唱出我的態度。站起來，不要管我有我自己的夢。站起來，如果你認真有你自己的夢，是時候，是時候，我們就一起再來。700萬有700萬個唔同嘅故事，每日嘅生活模式都係不斷咁重複同相似。係咪你一出世注定要做金錢嘅奴隸？喺你嘅周圍淨係聽到最緊要實際，冇俾別人睇低。發白日夢只係一種不當嘅行為，別人讀書讀得好，未來可以踏上青雲路，你只係堅持你嗜好，只會成身咁老到有好多個問號，好多事俾人知道。音樂唔只係娛樂嘅一種生活同態度，努力加用心，讓每個夢想變成真。You may say I'm a dreamer, but not the only one。站起來，我用麥克風唱出我的態度。站起來，不要管我有我自己的夢。站起來，如果你認真有你自己的夢，是時候，是時候，我們就一起站來。站起來，我用麥克風唱出我的態度。站起來，不要管我有我自己的夢。站起來，如果你認真有你自己的夢，是時候，是時候，我們就一起再來。You gotta stand up, you gotta stand up. Ready, 3, 2, 1。站起來，我用麥克風唱出我的態度。站起來，不要管我有我自己的夢。站起來，如果你認真有你自己的夢，是時候，是時候，我們就一起再來。站起來，我用麥克風唱出我的態度。站起來，不要管我有我自己的夢。站起來，如果你認真有你自己的夢，是時候，是時候，我們就一起再來。